戰爭結束咗，新聞台轉咗畫面，世界開始講下一場衝突，但係加沙仲係冇電、冇水、冇食物。有人雖然大難不死，但只能繼續喺廢墟入面捱緊。戰爭前嘅巴勒斯坦其實早就冇完整過，地圖上佢哋嘅土地被一刀刀割開，有人要攞通行證先可以過馬路，有人一生都未見過海，明明屋企離海只係15公里，經濟封鎖，資源被斷，連進口衛生巾都要經過審批。對女性嚟講，生活就等於生存，佢哋要早婚，因為戰亂冇保障；要生仔，因為家庭要靠男人留名；要忍，因為制度早就決定咗，佢哋唔可以反抗。炸彈一陣接一陣，冇人知道邊度仲算安全。醫院會被炸，學校會被炸，清真寺都會被炸。有人帶住小朋友逃難，結果被無人機鎖定；有人喺瓦礫堆中分娩，BB 出世嗰刻，氧氣袋就已經用晒。有個女人話：我唔驚死，我只係唔想個仔冇得見天光。戰爭結束唔代表重建，斷肢嘅人要排半年先有假肢，冇屋嘅家庭要喺帳篷入面過冬，小朋友返學要自己帶水、帶燈、帶課本影印。有人話我哋唔再喊，因為眼淚都冇得浪費。所謂和平只係冇炸彈，但冇嘅仲有未來。全世界祈禱、簽協議、開峰會，但冇人問佢哋下一餐點樣食，冇人記得嗰啲無名屍體被埋喺邊度。戰爭嘅畫面一日又一日被審查、被轉發，當下一個新熱點出現，佢哋經歷嘅傷害又被迫慢慢淡忘，痛苦仍然存在，只係冇人再關注。每一場戰爭背後都有人用恐懼維持權力，但反戰唔應該只係停武器，應該係當我哋望返去都覺得羞愧。有一個地方失去嘅唔止係國家，而係人性。嗰啲被世界遺忘嘅人，先係戰爭最真實嘅證據。